1914年起的家己制裁所是日本时代为着要开发阿里山林业所起的，地方也把这个所在变作是共享空间。除了活化历史建筑以外，也希望会当甲阿里山申请世界遗产。只有阿里山相关的文创产品边仔嘛有一点心灵加比的空间。家己制裁所因为有阿里山世界遗产协会来进驻，活化内底这边工厂，打造复合式的共享空间。这个基地有咱外口遮会当增加阮的收入，透过这个收入，都会当来推广阿里山的世界遗产，都会当互这个空间的家己制裁所，互愈侪人会当来这个所在。家己制裁所在阿里山林业发展当中扮演真重要的角色，内底高单也有真侪历史建筑物。阿里山林体文资处表示，这个共享空间唔但是活化历史建筑，嘛是阿里山林体申请世界遗产向外宣导的第一线。全民参与也是世界遗产很重要的一个指标，所以我们很感谢全国，即使只有嘉义，能够有30个团体，然后共同组一个世界遗产，帮官方这样产官学一起推世界遗产。家己制裁所内底计共7栋历史建筑，是日本时代为了开发阿里山林业所起的。这个活化做共享空间的这边工厂是2战结束了后才起的，嘛是阿里山林业转型做第3的见证。阿里山世界遗产协会表示，这也以甲阿里山登录做世界遗产做目标，正做推广阿里山的重要据点。记者林慧婷，家己报道。